2025年頭4個月已經有超過10位名人離世，不禁令我有深刻反思：人生嘅意義究竟係咩呢？哲學家、宗教人士、科學家或者每一個星斗市民都有自己唔同嘅睇法，而我就喺光纖之父高錕身上得到一啲啟發。高錕成就輝煌，喺2009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。諾貝爾物理學獎係科學界最高嘅殊榮，所以呢個都係高錕人生成就嘅巔峰。可惜嘅係，當年高錕獲獎嘅時候，佢係患咗阿茲海默症，即係腦退化症，或舊稱老人痴呆症。當時佢連自己獲得呢個最高殊榮都未能好好感受到嗰份喜悅同驕傲。喺呢度不禁諗起人生有好多遺憾嘅事。其一就係好似高錕咁樣，雖然自己在生，但未能好好享受到自己嘅成就所帶俾自己嘅榮耀。其二就係好似好多藝術家咁，例如係梵高，喺生前未能受世人重視，要到死後先被世人看見。所以小弟想藉住呢條片提醒自己嘅同時，都順便提醒大家，人生匆匆數十年，趁自己在生健康嘅時候，將自己想做要做嘅事盡快完成佢，俾自己一個無悔嘅人生。加油！關注我學兵法，爆人爆數。